新德市母语推广协会因举办成果发表会，除了有台语戏剧的表演，佮互囡仔是摕家己做的布袋戏翁仔来搬戏，囡仔是耍甲真欢喜，家长嘛看甲笑嗨嗨。这个时阵出现一只田蛤仔。 囡仔用台语来演戏，唱台语歌，哪学哪耍，大家拢足欢喜。新德市舞剧推广协会举办成果展览，除了台语舞台剧，囡仔也用家己做的翁仔搬布袋戏。我有学到要安怎做布袋戏，搁有知影做者青菜因的名甲动物。要找到全部讲台语的营队较困难啦。第一天来，佫算欢喜吼，所以逐天有一寡期待哈，所以是无简单啊。有真侪进步，因即马伫学校学习了后，转去出来会教咱讲台语啊。家长讲，这款全台语的营队真好找，不过囡仔的进度真紧。 利用表演学台语，也互囡仔学台语，愈学愈有兴趣。我这是一个较浸水式的，就是随时这个气氛内底，囡仔真自然就会开始，甲囡仔中间拢会讲台语，啊老师传了嘛，就用全台语，所以是就自然就放松的方式。主办单位把提醒厝内时大，逐工拢爱参囡仔讲台语，或者学到的台语才袂白记哩。 逐工练习囡仔台语，一定会愈讲愈认同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